你们画好了没啊？快好了。我也是。好了，博士，你来评分一下，看我们两个谁画的比较好看。我来看你们把我画的多帅。1、2、3，加油！你们画的不是我哎。对啊，不是啊。我们画的是天上的云呐。那你们叫我站在那边做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是说站得离远一点，这样我们这边就比较安静，我们才可以认真的画画啊。对，博士，那你赶快看一下，我画的是不是比较好？明明就我画的比较好，我的比较好。我是艺术派，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我小时候也会。你们不要吵了啦！我看你们两个的画，亮亮这个啊很可爱，迪这个呢很漂亮。可爱漂亮。所以博士的意思是说，亮亮画的汉电影像，那我画的董强。汉电影像，董强。没错，汉电影像就是很可爱的意思，董强就是好漂亮。所以如果哪天大家在路上遇到了阿迪，你就可以跟他说：“阿迪，汉电影像哦。”如果遇到了亮亮，你可以对他说：“亮亮，董强。”如果遇到了博士呢？下次再教你们。好，现在要来复习一遍汉电影像，换你们说一遍。汉电影像，董强。董强，董后。可是博士，我刚刚在画的时候一直在想，那些天上的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？哦，那是因为啊，小水滴的旅行，还记得吗？哇，云在天空真好。如果是我在那里，那就更好了。希望可以赶快上去变成云。太阳出来了，越来越热。好像越来越轻喽。哇，要起来了，我们要去旅行喽，拜拜。地面上的水受到气温的影响啊，就会变成水汽，慢慢的飘到空中，最后会聚集成云。在云里面啊，水汽饱和之后呢，就会变成雨滴，掉落到地面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有趣啊，真的是水的旅行耶。可是博士，你刚刚一直都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耶，到底是亮亮画的比较好看，还是我画的比较好看？有啊，我不是说阿迪你的汉电影像，那亮亮的呢董强哦，还好你们啊都没有画我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会被画成什么样子。博士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刚才不是说阿迪你的画怎么样？汉电影像很好，亮亮的就是董强嘛。不是啊，一开始你明明就说他的才是董强啊。对啊，我的好像才是董强，他是汉电影像。我是这样说吗？你都乱讲，你都没有认真在看。博士，认真看一下，度数加深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嘛。博士眼睛可能要休息一下。